逆定入我，依处说，依处用，依处行，依处作，即不是本宗。若有人问你，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还将以成对，未成以还对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，如一文一对，二文一依处作，即不失理啊！失理有人问，何名为暗？答文：明是阴，暗是阳。明末即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义文悉皆如此。逆定有后传法，依处相转相教授，佛实宗旨。苏武太极元年壬子主了。元和7月是年5月，改元和8月。宪宗即位，封改元先天。次年遂改开元，他本作先天者徽。蒙文人往新州国营寺建塔，仍令速工。次年夏末落成。7月1日，集道场约5至8月，欲离世间，逆定有疑。早书相问，为你破疑，令你未尽。我若去后，无人教你。法海顶文，悉皆提起，唯有心会，心情不动，亦无提起。所闻心会小事，却得先不先定。是非无不动，哀乐不生，愚者不得。少年山中，敬修何道？逆今悲泣为忧阿舍，想就由我不得去处，我就得去处；我若不得去处，将不以报有理。立定悲泣，盖为不得我去处，若得我去处，即不合悲泣。发性本无生灭起来，立定尽做，我以你说一结，名曰真假动真假。立定上处处结，以我而动，以处修行，不是宗旨。将经作例，听书说结。结曰：一切无有真，不离见于真。若见有真者，是见真非真。若能自有真，理解即心真。自心不理解，无真何处真？有情即该动，无情即无动。若修不动行，动无情不动。若灭真不动，动相有不动，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境，灵善分别相，第一义不动，难作如处见，即是真如用。各诸学道人，努力使用义，或有大乘文，却执生死地。若见下相应，即强论合义；若是不相应，合众令欢喜。初中本无正，正识失道义，执业正法门，自成入生死。是多将文说其意，普界作礼，并体事义，各立心，依法修行。竟不甘正，乃至大师不久自世，法海上座，再拜问曰：和尚入灭之后，依法当负何人？师曰：我有大梵师说法，以至有今，
超乐流行，目月发报大经，立定修护，提倡传授，导致群生。但依处说，是名正法，今为拟定说法，不符其意。改为拟定圣经顺息，决定无疑，堪任大师。然古先祖达摩大师传授结义，依不合团，结话我本来自土，传法救未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殊学法，自性知识。拟定各国静心，听我说法，欲成就正地，须达一上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有一切处而不住，不上无比相中，不生情爱；若无处舍，不念离，而生怀定数，含含点精，非用淡薄，此名。一向三昧，若有一切处，行诸作恶，顺一直心，不动得场，真诚净土。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故二三昧，如地有正，含藏中用，成色其实，一相一行，亦复如是。我今说法。犹如是物，可入问大地，拟定佛性譬诸经济，无诸沾协，悉地加发生，成我智者，决行菩提，依我行者定正妙果。我听我结论，心地含诸正，破有悉界梦。顿我花正悟，菩提果自成，书说结义，或其法无异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净，亦无诸相。拟定心物观正，及抗其心，初心本净，无可取舍，各自乐力，随缘好去。你是多种作礼日体，大师17月8日，佛为蒙人话：我欲归神州，拟定送礼就职，就职，大众爱留心间，使我诸佛出现，有时涅槃，有来必去，利益相连，我处形骸，归必有所，将我。书将出去，早暗可回。书曰：晓乐归根，来时无考。又问我：正法眼中，团赴好人。书曰：有道者定，无心者通。又问。莫有难何？所谓我灭可56年，当有一人来处我手，听我记怨，头上用亲，靠你所参，有满之难，用你为官。又问我去70年，又问二菩萨，将东方来一出家。一在家，当时兴化，建立我宗，提接地稽拿，从良法师，问我未知将上佛祖应现以来，传授几代，万岁开始书文，古佛应世已无数量，不可计啊！今以7佛为数，过去庄严劫，其多谢佛，其是去佛，其下护佛金贤劫，故六顺佛，
苦那那含摩尼佛、迦叶佛、释迦文佛是为7佛，以上7佛，今以释迦文佛修团，第一摩迦叶佛尊者，第二阿难尊者，第三上那好修尊者，第四优婆菊多尊者，第5多迦尊者，第6弥迦迦尊者，第7无数密多尊者，第8佛陀难提尊者，第9佛陀密多尊者，第10协尊者，11呼那耶车尊者，12马明大师，13迦毗罗摩罗尊者，14梁丘大师，15迦那提婆尊者，16罗罗多尊者，17净提难提尊者，18迦耶夏多尊者，19鸠摩罗多尊者，20夏耶多尊者，21无修梵陀尊者，22摩那罗尊者，23赫罗那尊者，24苏主尊者，25无舍苏多尊者，2725不如密多尊者，27佛戒多罗尊者，28菩提达摩尊者，出土是初祖，29慧可大师，30精禅大师，31道信大师，32弘忍大师，慧能是为33祖，将上诸祖各有秉承，逆顶向后，提大流传，无能怪我。大师先天壬2年癸酉岁8月初3日，是年12月开元，有国运是在八为主掌元逆顶，各以为罪，我以逆变法海别言，和尚老和教法，令后代未人得见佛性，此言逆顶提听，后代未人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。若不识众生，万劫灭佛难防。我今教你识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。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，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性若我，众生是佛。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；自性平等，众生是佛；自性邪险，佛是众生。逆顶心若险恶，即佛在众生中，一念平得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翕佛是真佛。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逆顶自心是佛，竟无好疑。我无一物而能建立，该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有经为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我今留一劫，以逆顶变，名自性真佛劫。后代之人识处见义，自见本心，自性佛道结缘。真如自性是真佛，舍见三毒是魔王。舍迷之时，魔在舍；正见之时，佛在动。性中国舍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自舍。正见自度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法身报身及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。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本将化身成正性，正性常在化身中，成事化身是行正道。当来圆满真无穷，因性本是正性，因对因即是正性心，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成刹那即是真。心性若牛，顿高门分五，自性见世尊，若欲修行灭作佛，佛伫何处？以求真，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求真即是成佛因。佛见自性外灭佛，其心中是大痴人，顿教法门今已流，六道世人须自修。破例当来学道者，佛作出见大悠悠，书说结义各话，立定好处，我灭道后，莫作世情悲泣，污累受人吊梦，心着好福，非我地主，亦非正法，但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无来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往，强力定心灭，不会我意。至今在众你，令你见性。我灭道后，依处修行。如我在日，若为我教，像我在世，亦无有益。學說結論，活不修善，定定不作惡，積積斷見門，動心無着。書說結義，斷作至三經，不類蒙人話。我行義，儼然千華，有時向萬色白虹，屬地林木遍地。禽獸哀鳴，11月講小心三棍官僚，記蒙人正說正言真心，莫決所致，乃分享道德香煙之處，書所歸言，是香煙的觀做客。11月13日，千新刊。并所传于8日会，次年7月出刊，地主方便于向年相至，蒙人忆念出手之际，已经以体约切报过河书境入塔，不如塔内白光出现，得上天3日疏散，小舟造云，红铁立碑立碑。记书道行，书春秋70有6，年24传于39作法，说法二生37载，书法43日，我得超凡者，目的基础，但无所传信于西藏去献报呀，叫献报。种种事无那宝宝的急方便学书真相并道具，应定宝林道场，流传大经，以显宗旨，兴良三宝，普利群生者。
六祖坛经宗报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，等再版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8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。本次录影中，如果有错误或不足的地方，将在经文念完之后进行读音更正及生字注音等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，四祖比丘宗宝编行由第10，大师至宝林，韶州为4市区，与官僚入山请师，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元说法，师生作4市官僚30余人，儒宗学士30余人，僧尼道俗1000余人，同时作礼。愿闻法要。大师告众曰：善知识，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识，且听慧能行由得法事义，慧能言复，本贯范阳，左将留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，此身不幸，父幼早亡，老母孤遗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于是卖柴，时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，客收去，慧能得钱，却出门外，见一客诵经，慧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，遂问客诵何经？客曰：金刚经。复问从何所来？持此经典。客云：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，其寺是五族人大师在彼主化，门人1000有余。我到彼中礼拜，听受此经，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慧能闻说，素昔有缘，乃蒙一客取银10两与慧能，另充老母1两，交便往黄梅3里5祖。慧能安置母弟，即便辞为，不经30余日，便至黄梅，礼拜五祖。祖问曰：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慧能对曰：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。祖言：汝是岭南人，又是辽，若未堪作佛？慧能曰：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辽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五祖更欲于语，且见徒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务。慧能曰：慧能起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为审和尚教作何物？祖云：这辽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。着跑场去。慧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插慧能破柴踏对。经8月余，祖一日忽见慧能，曰：吾思汝之剑可用，
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汝言。汝知之否？”慧能曰：“弟子亦知之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，吾向汝说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性若迷，夫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探智慧，取自本心盘惹之性，各作一计，来成无憾。若无大义，复汝依法，为第六代祖，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，思量极不中用。见性之人，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，轮刀上阵，亦得见之；欲立根者，重得处分。退而帝相谓曰：我等众人，不须诚心用意作计，将成和尚，有何所异？神秀上座，现为教授之，必是他得。我被慢作寄送，枉用心力，于人闻语，总皆悉心。闲言，我等以后依止秀之，何烦作计？神秀思维，诸人不成计者，为我与他为教授之，我须作计，将成和尚。若不成计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成计意，求法极善，密阻极恶，却同凡心，夺其圣位惜别。若不成计，终不得法，大难大难！吾祖堂前有布郎3间，你请供奉卢真化楞伽经变相，及五祖血脉图，流传供养。神秀作计成矣，数度欲成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。拟成不得，前后经4日，一时3度成计不得。秀乃思维，不如向郎下书的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，云是秀作。若道不堪，往向山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河道，是夜3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记于南廊壁间，诚心所见，记曰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秀书记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复思维，吾祖明日见计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，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夙业障重，不可得法，圣意难测。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5更，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性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图像，忽见其迹，报言：供奉却不用画，劳尔远来。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但留此迹，与人诵持，依此迹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迹修，有大利益，令门人炷香礼敬，
晋宋此祭，即得见幸。门人宋祭，皆叹善哉。祖三更换袖入堂，问曰：祭是汝作否？秀言：实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。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祖曰：汝作此祭，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，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事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萨之自性也。如且去一两日思维，更作一计，将来无憾。汝既若入得门，复汝依法，神秀作礼而出，又经数日，作计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作不乐。复2日，有一童子于对房过，唱诵其偈，慧能一闻，便知此偈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义，遂问童子曰：诵者何偈？童子曰：尔这了不知。大师言：是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复依法，令门人作偈来看。若悟大义，即复依法。为第6祖，神秀上坐于南廊壁上，书无相继。大师令人皆诵，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。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慧能曰：一本有我意要诵此，劫来生缘。上人，我此踏对8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。童子引至祭前礼拜。慧能曰：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明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慧能闻已，遂言：亦有一偈，望别驾为书。别驾言：汝亦作偈，其事稀有。慧能向别驾言：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。下人有上智，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别驾言：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慧能记曰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书此偈矣。徒众总经，无不皆讶，各相谓言：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识？使他肉身菩萨，祖见众人精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携他了偈，曰：亦未见性，众以为然。次日，祖前至对房，见能邀时冲逆，语曰：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？
乃问曰：米熟也未？慧能曰：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，足以杖击对三下而去。慧能即会祖义，三鼓入室，足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未说《金刚经》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慧能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遂起祖言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？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？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？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？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？祖之悟本性。谓慧能曰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天人师佛。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钵。云：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无忌曰：有情来下种，因得果还生；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祖父曰：悉达摩大师出来此土，人未知信，故传此一，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为传本体，师密付本心，一未争端，直汝勿传。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慧能起曰：向甚处去？祖云：逢怀则至，遇会则藏。慧能三更，领得衣钵。云：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吾祖言：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祖相送直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吾祖把自摇。慧能言：请和尚坐。弟子何摇？祖云：何事无度汝？慧能云：迷时失度，悟了自度。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祖云：如是，如是。以后佛法，由汝大行。汝去3年，无方世事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。佛法难弃，慧能此为足矣。发足南行，2月中间，至大岭，吾祖归，数日不上堂。众疑，亦问曰：和尚少病少恼？